氣象局聯同澳門大學舉辦京都議定書適澳研討會，有學者認為，本澳除咗喺節能減排方面着手，亦都需要加強對環境規劃同埋管理。梁安琪報道。研討會邀請咗本地同鄰近地區嘅專家以及學者參加，有學者贊成京都議定書適澳，認為有助本澳進一步推行環保。而為咗配合京都議定書，學者就建議澳門除咗推行節能減排等環保措施之外，亦都要注重對環境嘅管理，包括完善法律法規等。同時應該加強對環境生態規劃，合理咁使用土地，喺快速發展經濟同時，亦都要保護生態環境免遭破壞。特別是舊區改造，包括進一步的開發澳門的這個旅遊業，應該城市的發展應該考慮到環境規劃、生態規劃，要考慮到土地利用的合理性。黃志石鼓勵政府發展濕地，認為可以調節溫度、緩和暖化。佢都希望政府加快成立環境保護局，咁樣先至能夠更好地配合京都議定書適用於澳門。另外，研討會講者之一，國家氣候中心副主任羅勇表示，一個地區喺高速發展同時，應該着重調節能源結構。佢贊成本澳落實環保政策，包括引入天然氣發電等等。澳門